长，真个烦死，不好意思，老张。哎呀，今天这个堵车堵得不得了，我一个路口等了5次，5个红绿灯没有过来呀，我看不懂了，现在速度这么陡的。哎呦，张公子，很久没跟黄叔叔碰头了啊！啊，哎呦，这个小伙子真的越来越帅了，一表人才啊！谈女朋友啦？啊，没有女朋友，不可能！你不要骗黄叔叔，就你这个卖相，站出去，哎，从这边园区一直排到姑苏去，真的，估计还不止了，要排到吴江了。真的，你真的帅！哎，你都只是真的找你的儿子长得真的帅的。哎呦，哎，啊，我儿子正好这个想学钢琴嘛，对吧？那儿子啊，这位张叔叔是你爸爸的好兄弟，车路的兄啊，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知道吧？钢琴大师啊，我跟你讲，怎么不是钢琴大师呢？我又没有吹牛山了，真的。我看你那个朋友圈发的不特懒惰，很老软的，他天天带这个小朋友出去比这个比赛那个比赛，还到国外去比赛，对吧？哎呦，厉害的，真的。儿子，我跟你讲，你一般人要找张老师这样的钢琴老师找不到的，大师级别的，真的。啊，来张，提议，毛线人的后气，谁有收好了？一点香意啊，一条香烟呀，怎么了啦？说，哎，这有什么了？张公子，听说你考取这个中央音乐学院了，真的不得了呢。黄叔叔给你买个新手机啊，这个16 Pro Max， 那，照吃了，音乐呀。我送不是我给你儿子呀，又不给你的，你激动什么了？小孩子这个上大学，还要台新手机的啦，要花机嘛？真的是。哎，张公子，哎，抽支烟呢？哦，不抽了，不抽就不抽。那老酒呢？哦，老酒也不缺了。哦，你儿子都什么都不缺，蛮好，健康一点啊，蛮好。来着，哥们，这种你把个喏，香烟了，喏。儿子，好好教跟这个张叔叔学，知道吧？真的，你跟张叔叔以后肯定有出息的啊！你看你哥哥，你看你这个张哥哥啊，考取中央音乐学院，不得了！哎呦，张公子，你这个长的啦啊！你多高啊？哎呦，要2米了，顶到天花板了。哦，1米，哎呦喂，1.95米的啦！乖，你这个不要去音乐学院，你去打这个 NBA 了。你只能去美国打 NBA 好了，还要赚钱了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是又高又帅，乖，好不得了。哦呦，你这个女朋友黄叔都不用给你介绍了，人家都自己活上来了。哎呦，哎，赶紧跟这个哥哥过去啊，交流呢。人家这个考取中央音乐学院肯定有自己的学习方法的，让你跟着好好学，对吧？哎呦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今年这个期末考试考的班级倒数，哎呦，我头是头大的嘞，愁是愁的嘞，怎么办？不像你儿子省心哎，张公子，我叔叔给你点杯鸭子粥啊！你这个小时候不吃老酒们鸭子粥要吃的吧？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，对吧？小美女，哎，你好，这个帮我拿这个2瓶大的鸭子粥，这个两个这个我这个小朋友跟这个小帅哥一人1瓶，好吧，一人一瓶，坐过去了，跟这个张哥哥跟你哥哥好好学习这个学习经验，对吧？肯定要学的。张哥哥考取中央音乐学院，他文化分也不低的，知道吧？去，儿子不出趟，不像我拉出来就是。哎，老张点菜，你点菜，今天我买的，你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张公子想吃什么随便点，好吧？